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苏州大学邀请我们去演出，去做一个评弹类型的课题演讲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有机会走进苏州最高的学府，所以我今天和镜子说，无论如何你要跟我去演出，有你这个老搭档在我身边，我们才能演出得更好。赶紧出发，领了2张晚餐券，先去吃自助餐。哦，蛮不错的，赶紧拿吧，镜子。这鱼片看着还不错，干锅肥肠来一点，古老肉。镜子，你后面是4个外国人。扣机子。苏州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宋海英，苏州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资红，研究生院副院长徐维英，党委书记张健。欢迎各位的到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非常感谢对唱收听平台和大家。这个苏州话你们可能听不懂，让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苏州评弹。苏州评弹已经有500多年历史，第一次有历史记载是明朝嘉靖年间，是在杭州西湖边上，第一次有了我们弹词苏州评弹表演的踪迹。可以看出，我们演员是要跑很多地方，不单单就在苏州，会去上海，会去杭州，会去宁波，所以我们这种又称之为跑码头。那么评弹高速发展，要得益于一位皇帝的帮助，就是乾隆皇帝。大家都知道乾隆也喜欢下江南，那么有一次就正巧来到了苏州沧浪亭，听到了黄州市老先生当时正好在说书，乾隆爷一听就喜欢上了，就把说书先生请回了北京紫禁城，连经2个月。所以那时候说书啊，是男性带一把3弦单档形式的表演，桌子是横放，一个人旁边没有女演员，但是偶尔也有女性会表演，所以那时候是非常苛刻的。一旦有女子唱评弹，人家就会称她为什么？叫妖荡，妖怪的妖。那么她所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妖怪。所以封建社会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月落的双目听。天风雨后都为谁？之前很多年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叫《金陵13钗》，当中有一段秦淮景，这个它是属于江南小调，借助了苏州评弹的3弦和琵琶这2个乐器。演出结束，回到家了。说几句心里话，其实现在做视频啊，我做视频压力也是蛮大的。平时很多时候发那些吃吃喝喝比较休闲的视频，很多人都会评论
小刘镜子不务正业了，或者说是把你们的手艺荒废了。其实对于评弹，我一刻不曾忘记，从来不敢松懈。平时吃吃喝喝玩玩，那些视频可能一个视频吧，拍一拍就半个小时左右，一天占不了多少时间。我平时还是会有大量的时间来练习我的专业的，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我的太公，还有我外公外婆对我的付出的那些心血。我希望在若干年以后，大家提起小刘的时候能够说一句啊，这个年轻人对评弹的传播和发展还是有一点点推动的。只要能有这样的评价，就不枉我的努力了。